尋晚你係咪又喺地面上將本來贏緊嘅幾萬蚊喺最後10分鐘入面一鋪清袋，甚至連本金都輸到水乾？你返到屋企時，天花板係咪充滿懊悔、自責？問自己點解次次都係咁？點解次次到最後關頭都控制唔到自己？點解明明入場之前已經同自己講好咗底線，但係到嗰一刻底線就係咁消失咗，消失得好似從來冇存在過咁。曾經好多次下定決心話今次一定唔同，今次一定唔同，今次一定冷靜，今次一定守住自己嘅規矩。但係每次到咗最後關頭，件事就係咁重複發生，係一個令你開始懷疑自己意志力嘅惡性循環，係一個令你每一次事後都充滿自責嘅死局。直接同你講個冰冷嘅結論，你尋晚會輸，唔係因為你運氣差，唔係因為你嘅技術唔夠好，因為今日唔係你嘅日子，亦唔係因為莊家出千，而係因為你個大腦進入咗追溯上腦嘅病態劫持狀態。子龍係一個有科學根據嘅、有神經科學解釋嘅生理現象，係你嘅大腦喺特定條件下對你發動嘅自我毀滅行為。大腦多巴胺嘅耗盡，令你最後10分鐘嘅決策能力降到等同於一個3歲細路，係一個唔誇張嘅比喻。係有腦神經科學研究支持嘅事實，係你喺嗰個狀態下做嘅任何決定都係不可信任嘅殘酷現實。鬥場最中意嘅就係剛輸完錢，極度急躁想要翻本嘅你，係一個大腦已經失去正常決策能力，但仲有錢喺手可以繼續落注嘅玩家。莊家眼中最容易從身上賺到最多錢嘅黃金客戶。今日我會用我一世人看透無數豪客落難嘅經歷，拆解呢個連精算師都視為送錢信號嘅心理死穴，係一個幾十年嚟我喺特場入面每日都在觀察嘅人性弱點，並教你一招職業玩家秘而不宣嘅利潤鎖定大法，幫你永遠打破呢個惡性循環，幫你唔使再喺每一個尋晚之後痛苦懊悔。在博弈世界入面，戰勝心魔嘅人才有資格談論概率。你技術幾好，你計數幾精，你嘅策略幾完美，都唔及你可以控制自己嘅大腦，都唔及你可以喺最關鍵嘅時刻執行你入場之前設定好嘅規則。我呢個頻道唔會教你任何虛無嘅運氣，唔會教你任何冇根據嘅必勝秘技，只會用我做莊幾十年嘅智慧，幫你大腦建立一道刀槍不入嘅防火牆，幫你明白你嘅敵人唔係莊家，唔係概率，而係你自己嘅大腦。如果你想以後每星期都免費吸收到呢啲救命嘅博弈認知，唔該你依家即刻按下訂閱，開埋隔離個小林燈，訂閱咗好，即刻入正題。好多人以為我何掛身天生係一個鋼鐵意志永遠冷靜嘅人，以為我從來唔會被情緒影響，以為我係一個天生嘅理性機器，係唔係？唔係，我嘅冷靜唔係天生嘅，係用血換嚟嘅，係用我自己嘅家庭悲劇換嚟嘅。亦王係用我13歲嗰年眼後同喊，睇住一個家係點樣因為追數嘅執念而崩潰嘅親身經歷換嚟嘅。1934年我13歲，亦和我老侯何光
係一個受過教育、識計數、見過世面嘅人，唔係一個無知嘅鬥徒，唔係一個衝動魯莽嘅蠢人。炒冧股票輸咗一大筆錢，嗰個時候佢本來有機會斬初保住大半家產，是和係一個雖然痛苦，但係可以令家庭繼續生存落去嘅選擇，係一個清醒嘅人喺嗰個情況下應該做嘅決定。但係佢冇咁做，因為不甘心，因為想一鋪打平走人，因為覺得自己係對嘅，只係時機未到，因為相信只要再落多啲資金落去，就一定可以贏返嚟。佢背着家人去向高利貸借巨款，瘋狂加注，係一個典型嘅追數上腦嘅行為，係一個理智已經被執念完全劫持嘅決定。結果係咩？股票繼續跌，係冇停過，係冇按照我老口嘅期望反彈，係殘酷地繼續下跌，令每一次加注都係更大嘅損失。我老口一夜之間破產逃亡越南，丟低咗我哋一班兄弟姊妹同我老母，喺一個完全崩潰嘅逃跑，係一個唔肯面對後果嘅懦弱行為。但我知道係因為佢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係因為追數上腦，令一個本來唔差嘅人做出咗完全唔合理嘅決定。二叔何世亮頂唔順高利，太逼債，喺香港吞槍自殺，係一條真實嘅人命，係我親眼目睹嘅家族悲劇，因為追數嘅執念最終導致嘅最悲慘嘅結局。我由住洋樓有10幾個無苦人服侍嘅大少爺，戰勝了連5毫子買巴士飛都冇，全身長滿疥瘡，被親戚冷眼旁觀嘅難民，係一個由天堂跌落地獄嘅巨大落差，係一段我一世人都唔會忘記嘅痛苦經歷。這是我人生最痛、最血淋淋嘅一課，係任何書本都教唔到我嘅一課，只有親身經歷才可以刻入骨髓嘅教訓。我老後不是輸急了市場，唔係輸俾股票，唔係輸俾時機唔好，他是輸急了自己大腦裏那份不甘心想追數嘅執念，係輸俾一個喺佢最脆弱嘅時刻完全控制咗佢嘅心理機制。然起，我發誓，我一世人做任何生意，面對任何風浪，只要觸及我設定嘅底線，我會毫不猶豫掉頭就走，絕不回頭看一眼，絕不讓不甘心嘅執念令我做出超出底線嘅決定，絕不讓追數嘅衝動破壞我已經設定好嘅計劃。呢個發誓就係我後來能夠建立澳門娛樂王國，在無數次危機中立於不敗之地嘅精神起點，係我整個人生哲學嘅核心，係一個由家族悲劇逆練出嚟嘅生存智慧。而家我哋嚟講科學部分，就係你追數上腦嗰陣，你個大腦究竟發生咗乜嘢？點樣從一個正常嘅理性人變成一個瘋狂落注嘅失控者嘅？首先你要明白多巴胺耗盡嘅概念，長時間嘅博弈超過2個鐘，你嘅大腦前額葉，即係負責理性決策、風險評估、長期規劃嘅嗰個部分嘅能量係會耗盡嘅，唔係比喻，字面意思係前額葉嘅神經元需要嘅化學物質會隨着持續使用而減少，係一個可以被科學測量嘅生理現象。前額葉係你嘅理智嘅物質基礎，係令你可以控制衝動、評估後果、執行長期計劃嘅大腦部分。當佢嘅能量耗盡嘅時候，你嘅決策能力、
係真實地下降嘅，係唔係你感覺上嘅下降，而係神經科學上可以測量嘅實際下降。你嘅大腦喺物理上已經唔能夠好運作嘅狀態。喺呢個前額葉耗盡嘅狀態下，當你輸錢嘅時候，大腦會將虧損判斷為生命受到威脅，係幾百萬年進化留下嚟嘅古老程序。錢禍係一個把任何重大損失都當成生死攸關嘅緊急信號，大腦瞬間切換為野獸般嘅戰鬥或逃跑模式。和分泌大量腎上腺素同皮質醇係令你全身進入戰鬥狀態嘅激素，係令你心跳加速、思維忤雜，只想立刻解決眼前威脅嘅生化反應。同時你會進入隧道視野嘅狀態，係一種視野極度忤雜嘅心理狀態，係你嘅注意力完全集中喺一件事上面嘅極端聚焦。呢個時候，你眼裏只看見回本兩個字，只看見下一鋪一定要贏，只看見我一定要把剛才輸嘅錢拿回嚟。平時設立嘅所有資金安全線、止損規律、入場前設定嘅底線，全部被大腦自動屏蔽咗，係完全唔喺你嘅意識範圍之內嘅，係好似佢哋從來唔存在過。咁呢個狀態就係精算師稱之為送錢黃金期嘅時刻。就場最歡迎嘅玩家狀態係就場所有嘅設計都在試令你進入並且保持在呢個狀態入面嘅目標。精算師嘅研究發現，玩家90%嘅本金流失都發生在他們感到疲累、焦慮、企圖翻本嘅最後10分鐘。係玩家入場之後長時間消耗之後嘅崩潰期，係前額葉鐵底斷電之後嘅自毀期。呢個時候玩家落注嘅金額折和係平時冷戰狀態下嘅幾倍，甚至10幾倍，係一種完全唔合理嘅賭博，而唔係理性嘅決策。莊家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從一個玩家身上賺到最多錢嘅時機。鬥場嘅燈光設計、空氣調節、免費飲品、舒適座椅，全部都係為咗令你在鬥場停留更長時間，係為咗令你更快進入前額葉耗盡嘅狀態，係為咗令你更快到達嗰個送錢黃金期。每一個細節都係經過精心計算嘅，都係服務於同一個目的嘅，就係令你在大腦最脆弱嘅時候繼續落注，繼續輸錢，繼續向賭場貢獻利潤。聽完我老侯何光當年因為追數家破人亡嘅故事，大家老實回想一下，你尋晚輸到水乾之前，話係乜知經歷過一模一樣嘅理智斷線、瘋狂加注嘅過程，係咪都係有一個時刻你知道自己應該走，但係就係走唔到嘅？係有一股力量令你繼續坐喺度，係有一個聲音一直話你只要再多一鋪就可以贏翻嚟。請依家立刻喺下方評論區留言。而老實話我知，你最慘烈嘅一次追數，一晚上輸掉了幾多個月嘅人工，唔係要你難堪，係要你承認呢個事實，承認呢件事發生過，係走出呢個惡性循環嘅第一步。留言之後即刻教你職業玩家秘而不宣，用嚟對抗生理本能嘅一招鎖定利潤法。職業玩家同普通玩家最大嘅分別，佢哋嘅技術更好，唔係佢哋嘅運氣更好，唔係佢哋嘅意志力更強，而係佢哋深刻明白大腦係會出賣你嘅，係會喺特定條件下變成你嘅敵人嘅，
係唔可以完全依賴嘅。所以職業玩家唔靠意志力，係靠系統。然後係靠喺清醒嘅時候設計好嘅防火牆，係靠一套即使喺大腦最失控嘅狀態下，仍然可以保護自己嘅機制，稱之為利潤鎖定大法嘅方法。核心係本金隔離與實物化鎖定，係一個簡單但係極其有效嘅物理防傻系統。原理係咁，而當你贏到本金嘅50%嘅時候，即係你帶2000蚊入場贏到3000蚊，呢個時候你必須立刻將嗰50%嘅利潤，即係1000蚊嘅籌碼堆裡面分離出嚟，進行實物化鎖定。實物化鎖定係乜嘢意思？係你要將呢筆錢從你可以即刻拿到嘅狀態，變成你唔可以即刻拿到嘅狀態，係切斷你嘅大腦同呢筆錢之間嘅即時連接。最有效嘅方法係去到場嘅兌換櫃台，將呢啲籌碼直接兌換成現金或者本票，然後放入自己嘅銀包鎖起嚟，這交給同行，但係唔參與你博嘅親友保管。點解要去櫃台兌換？係因為呢個步驟係需要你離開動台，行去櫃台完成寄換嘅物理過程，係一個需要幾分鐘嘅行動。錢係令你在呢幾分鐘入面有機會稍微冷靜一下嘅空間，係一個強制性嘅暫停，佔你學和。為乜要物理隔離，而唔係只係心理提醒自己唔好用呢筆錢？係因為大腦嘅運作唔係按你嘅心理提醒嚟嘅，按你嘅口頭承諾嚟嘅，唔係按你嘅理性意願嚟嘅。大腦睇見伸手可及嘅籌碼，會自動將其歸類為隨時可用嘅武器。學和係一種即時可以動用嘅資源，係在追數衝動出現嘅時候會被自動納入可用工具嘅一部分。只要呢啲錢係放喺你眼前嘅，只要你嘅手可以直接拿到你嘅大腦，喺失控狀態下就會自動將佢包括在可以落注嘅資金之內。只有物理上嘅隔離，真實嘅你伸手拿唔到嘅隔離，才能強行切斷大腦在失控狀態下對呢筆錢嘅支配權，才能令呢筆得利潤真正成為你袋中嘅安全收益。呢個方法唔需要意志力，唔需要你喺失控嘅時候提醒自己平和，唔需要你喺大腦最脆弱嘅狀態下做任何需要理智嘅決定，係喺你最清醒嘅時候做一個一勞永逸嘅物理安排，然後讓呢個物理安排喺你失控嘅時候代替你保護你自己，係一種不依賴意志力嘅防疏系統，至一種喺前額葉斷電之後仍然有效嘅保護機制。除咗利潤鎖定之外，幾個配套嘅防盜措施係職業玩家必須同時執行嘅。第一係時間硬限制，次係入場之前就設定好嘅，唔可以因為任何理由改變嘅規定。係唔係話你今日玩夠2個鐘就走？係唔管贏定輸嘅，係2個鐘嘅鬧鐘一響就必須離場。係唔可以同自己說再多一鋪先走嘅。2個鐘嘅限制係有科學根據嘅，係大多數人嘅前額葉可以維持正常運作嘅大概時間範圍。係超過呢個時間之後，決策能力開始顯著下降嘅臨界點。而遵守呢條時間線，就係在你嘅大腦開始耗盡之前主動離場。就係在你進入送錢黃金期之前先行撤退，就係一個唔給追數上腦，
有機會發生嘅預防性措施。第二係連輸3鋪強制離場，且一個唔需要思考、唔需要判斷就可以執行嘅機械規則。連輸3鋪係你嘅杏仁核開始被激活嘅信號，心理學和係你嘅情緒開始超越理智嘅早期警告。唔需要等到你感覺到自己上頭咗先走，係在你感覺到之前就已經按照規則離場，係一種預防性嘅撤退，而唔係應急式嘅自救。呢兩個措施加上利潤鎖定大法，係一套完整嘅防課系統，係覆蓋咗從入場到離場整個過程嘅保護機制，係令你不依賴意志力就可以保護自己本金嘅完整方案。我何道新開浸場幾十年，我最敬佩嘅從來唔係落大注嘅豪客，唔係嗰啲一晚輸幾百萬仍然面不改容嘅所謂大佬，嗰啲聲稱自己係賭神輸幾多都唔怕嘅豪言壯語。我最敬佩嘅係嗰些贏咗幾千蚊就識得立刻去櫃台做換現金，實物化鎖定利潤，然後去同老婆食牛扒嘅普通人，係嗰些嚴格執行自己設定嘅底線，唔管贏定輸2個鐘就走嘅自律玩家。因為他們戰勝了人類幾百萬年進化落嚟嘅致命本能，係喺最誘惑嘅時刻仍然保持理智嘅真正強者。係唔需要依賴運氣就可以保護自己嘅智慧人。佢哋唔係最贏嘅人，但係佢哋係最唔輸嘅人。長期下來，財富最穩定嘅人係最少在鬥場流眼淚嘅人。我老劉何光當年有機會係咁嘅人，但係佢冇做到，係因為唔甘心，令佢放棄咗保住家產嘅機會，係追數嘅執念，令一個家族走向崩潰。我親眼目睹嘅呢個悲劇，係我一生最重要嘅教訓，係令我喺後來無數次危機面前都可以毫不猶豫掉頭就走嘅精神支柱。尋晚嘅輸贏已經過號，之前話無論你尋晚輸咗幾多，無論你尋晚有幾後悔，過號嘅已經係過號嘅，係改變唔到嘅，係唔需要再懊悔嘅。今天和把呢個利潤鎖定法印入你個腦度，係今晚返到屋企就設定好你下次入場嘅規則，係趁而家你係清醒嘅，係有理智嘅，為你下次大腦失控嘅時候設計好防火牆。入場之前決定好你嘅娛樂預算係幾多，決定好你嘅時間限制係幾耐，決定好你贏到幾多嘅時候去實物化鎖定利潤，決定好你連輸3鋪嘅時候強制離場。把呢啲決定寫落來，唔係心理記住，真係寫落嚟，係你銀包入面，係你每次入場之前都可以睇到嘅提醒。如果你覺得我今天分享嘅家破人亡血淚史和這招救命心法幫到你點醒大腦，係令你重新理解點解自己次次都控制唔到自己，係令你有信心下次可以做得唔同。請你將呢段影片分享俾你身邊還在追數泥潭入面愣扎嘅朋友，幫佢哋唔使再重複你曾經走過嘅彎路，幫佢哋唔使再喺每一個尋晚之後痛苦懊悔。最緊要再次確認你已經點個讚，訂閱咗我呢個頻道，開埋小冧凳。我哋下一期繼續用莊家思維幫你戒除心魔，幫你建立一個真正可以保護自己嘅大腦防系系統。保持冷靜就是贏。我係何乜新，
我哋下一期再見。